喂，hello，我哋今日一齊玩買 pizza。好啦，嚟第15日 ，Day 15，第15日啦。咁佢話有啲數學家，有啲 mathematics 人，數學家諗，呢個派可能就整到 ，you can make pie pizza 係一個完美嘅 pizza，perfect 嘅 pizza， 完美嘅 pizza。好啦，蘑菇節因為上次尋日 yesterday， 尋日係蘑菇節，蘑菇 festival， 蘑菇節。哇！啲蘑菇好多人想食蘑菇，啲蘑菇啲股票即係點講 stock 股票升好快，蘑菇升係啦。咁蘑菇節有一個男人，哇！好多蘑菇擲住呢個男人，有一個男人俾好多蘑菇擲住，即係你譬如咁樣擲住，係啦，擲住。好，廣告又係鎖嘅廣告 ，ads 廣告。好啦，跟住又有賊又有賊偷嘢，有賊偷嘢，又有賊偷嘢，偷咗好多豬肉粒啊！好啦，又係廣告 ，ads 又係廣告。好，完，新聞完。好啦，淋水。第一個客話：喂 ，hello， 我要一個芝士咩啊？芝士 pizza， 要蘑菇同埋菜，但唔要芝士。OK，sorry， 我聽錯，唔要芝士，即係要番茄醬，跟住唔要芝士，要蘑菇啦，蘑菇。係啦，唔要肉，因為佢係素食者啊，嗰個人素食啊 ，vegetarian 啊，佢唔食肉，唔食豬，唔食牛啊，食素。咁啊食橄欖啦，蘑菇啦。喂，咩事啊？點解會你聽唔聽到？點解點解？咩事？咩聲？喂，又有咩聲啊？點解咩事？好嚟，又有咩聲啊？喂，好，樂園茄子。哎呀，我哋個焗爐就嚟壞啊！喂，快啲加速，快啲！我哋個焗爐就嚟壞，喂，好嘈啊！好嘈！喂，俾你正啊，好食！好，喂，唔該，我要一個 pizza， 一半臘腸，一半豬肉粒，冇問題。快啲，快嚟！番茄醬，跟住芝士，跟住一半係臘腸，一半咁樣一半，跟住一半係豬肉粒，一半臘腸，冇問題，好快。嗱，依家整俾你，嚟，快啊！快過火箭啊！好，切1、2、3、4， 4份，快過火箭係火箭。好嗱，靚仔俾你。佢唔中意，佢話我哋擺豬肉粒，佢話擺得唔好啊，擺豬肉粒擺得唔好。好，第三個客
佢話：喂，你想唔想聽一個笑話啊？一個披薩粥嘅披薩笑話，好啊。算啦，算啦，都係算啦。唔該，我要芝士披薩，我要一個芝士披薩。OK，番茄醬，我哋落番茄醬，跟住落芝士披薩。好啦，即係唔使落肉，唔使落其他嘢，淨係芝士同番茄醬。好啦，哇，好快，嚟切四份，擺落個盒裏邊，跟住俾呢個靚女啊，靚女嚟俾你嘅，正啊！呢個披薩同你一樣咁正啊，正 like you， 好正，同你一樣咁正。唔該，芝士咩啊？咩芝士啊？唔該，芝士，我要芝士啊！芝士同番茄醬。好啦，OK。番茄醬跟住芝士，喂，芝士啊，好，淨係芝士同番茄醬，跟住喂，好，擺入焗爐裏面，快啲啊，喂，唔該，快啲，好慢啊，唉，好慢啊，喂，快啦，快啲啦，喂，唔好，好嚟。切1、2，喂，切好，跟住擺入個盒裏面，俾呢個靚仔，正啊！喂，多謝，好啦，第4個客係咪？第3，佢話3個茄子披薩，佢話茄子要3個，吓？3個 ？OK， 1、2 ，OK， 番茄醬先，跟住番茄醬，喂，快啲，番茄醬，跟住芝士啊，要芝士，跟住茄子，哇，3個茄子披薩好多喎，哎呀，擺得唔好啊！擺得唔好啊！擺得唔好啊！唔緊要，嚟，快啲，喂，快啲啊！好，跟住第三個，喂，第三個，跟住番茄醬，喂，番茄醬啊！好啦，求其 whatever， 求其，快，好，好，茄子，我哋擺茄子，哇，擺得 OK， 好，第三個披薩，好啦，搞掂，第一個切4份，第一個搞掂，第二個切4份，第二個都搞掂，好啦，第三個有少少樣衰，樣衰，好，切4份，有少少樣衰，但係搞掂，正喎，好好食啊，睇落好好食，好，收工，第15日，我哋賺咗幾多錢啊？賺咗35蚊啊！賺咗好多錢，好，咁但係仲未夠錢買洋葱啊！仲未夠錢買洋葱要70蚊，我哋得48蚊，同埋我哋要維修焗爐，好，要用20蚊維修焗爐，好，我哋維修咗焗爐啦，好啦，咁我哋下集再玩。
拜拜。